安尼暗时是要安怎困哈？啊？哈，啥物啦？你好家己安尼静静看，你袂感觉真难哟哦？你笑啥物哈？我笑讲你即马都咧烦恼，以后伫我房间要安怎困？哦，我想要讲啥啦你？哎呦！啊！该个生小孩啊！我也是感觉真袂惯势呢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贴落来。啊？哎，买啦！你敢无要紧？要紧啥？婚姻的重点都毋是相片。啥物意思啊？有真侪人甲相片挂咧，结果冤家的时阵，同款是举刀啊，甲相片挂互我。安尼我问你，挂相片有啥物意义？哦，当时啊夜倒的有拿我一个哦。相片都是纪念的，生活这是大家爱面对的代志。我也是唔敢相信讲，我一个古早人正经要踮遮结婚哈。你咧烦恼啥？我看袂出来，老师傅也是希望咱生囡仔，也毋过无代志。免插伊，你的花是乌色的，落伫咧土骹佫会脆去。你无身份证，要人去骗，生囡仔伤危险。只要咱两个好好做伙就好。也毋过，无啥物也毋过啊！你走来现代要嫁我，都已经足喊啊，毋免我生囡仔。阮爸若佫啰嗦，我一定甲伊讲清楚，你莫烦恼。我先把物件收拾。老师傅，请饮茶。哦，来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老奶奶，你来我食拄好。迄阿姨啦，转来哦，这蜜玲哦，我藏伫这内底啦。啊，你甲提互伊。我惊讲我这老伙仔哦，头壳歹会袂记哩啦。老师傅，你现在要甲我讲，你甲别人唱倒咯？啊，对，你即摆哦要做王家新妇啊吼，啊你这蜜玲哦，你嘛唔免看啦，尤其是明朝代志，你嘛要放袂记，而且你的身份嘛甲放袂记。甲我的身份放互袂记。对啦，啊你都好好啊吼来做王家新妇就好啊。啊，啦，多谢你呢，啊，这回我这出去呢，啊倒转来。恁就要结婚啦！啊，毋过老师傅，我含师傅吼，王尊若做了，就要倒来去台面向国姓爷禀告，啊，才搁倒来呢。我知啦，你这个呐，穿越唔知有问题无？啊，你有知影？添知啊，我一感觉嘛咧细细念啦，啊念讲哦，你一定爱生一个囡仔。哎，感情哦，才会稳定。啊，若无一个囡仔，结婚是要创啥？啊，我嘛是想讲，假使你是讲哦，创业去明朝时阵，若有出问题，无你上至少嘛留一个囡仔互我，啊，我都唔知要安怎你。敢若无论啥物时代，囡仔拢真要紧吼。歹势啦，阿芬啊。我这个老观念，你老头脑啊！啊，你学别讲啊！别紧，你买生唔生哦，顾彩玲啦！你家己注意就好啦。